这就是大家使用它的微航，这里面是在我们学习的微航。那么精神的中间，咱精神的时阵哦，咱咱的处理咱调精神这个性命体系的调整，咱就打讲性来所讲，咱是主的理想，咱是人的意愿，咱这个娱乐的科学，这种都是假的。所以呢，对反告诉，对别告我，拢爱坚持的说。所以呢，不懂的坚持，不懂的坚持，不懂的坚持干净对，就是干净。所以呢，总是快爱自由，那么呢，咱还是去。那么就两不小心的时候，咱就坚持自己。咱怎么还是咱的自己？那么现在讲究有关的在关系，在这个关系，跟着心。讲究的当地的形象，那么现在第一个的上回很受益，先从了解。因为你看目标。